新约圣经巴克礼版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第一节，保罗做基督耶稣的使徒，照救咱的上帝，甲互咱有仰望的基督耶稣所命令的，批寄互提摩太，就是伫信做我真的囝的，愿你对爸上帝甲咱的主基督耶稣得到恩典、怜悯、平安。我去马其顿的时，捌劝你游园带以弗所，互你通吩咐几若人无得传别号的教，也无得爱听无影者的话，甲无恭敬的族谱。凡即号是生出辩论，毋是互上帝伫信所安排的得到成。若是诫命的宗旨是仁爱，即个仁爱是对清气的心，甲无通责备的良心，甲无假的信生出。有人失落遮的，反倒扑票的谈论，因爱做教法师，也袂晓得家己所讲的，以及所执的言论是为着甚物。咱知律法是好，独独人着合法来用伊，也着知律法的设立，毋是为着义的人，就是为着不法甲无顺服的，无敬虔甲犯罪的，无圣洁甲粗俗的，拍死爸拍死母的，杀死人的。第10节，行淫的，好男色的，做贩烧的，讲白贼的，南山咒詛的，还是有甚物别项逆正教的事，这是照大福气的上帝交托我阳光的福音所讲的。我感谢互我有气力的，就是咱的主基督耶稣，因为伊掠我做尽忠，设立我做册用。我前是放毒的、困着的、侮慢的，总是我即号所做是出于毋知毋信，才得到怜悯。搁咱的主的恩典是叫我丰盛，互我伫基督耶稣有信有听的心。有一句话通信，通照全接纳的，就是基督耶稣临到世间，要救有罪的人，其中我是第一派。若是我得到怜悯，是因为耶稣基督要伫我第一派的人显明伊一切的吞忍，来做后来信靠伊得到永活的人的模样。愿尊贵荣光归伫袂毁坏、看袂到、万世代的王、独一的上帝，到代代无尽。阿们。我的囝提摩太啊，我照前所论到你的参语，将即个诫命交托你，互你用这的参语来呈现迄个好的精进，着遵信甲无通责备的良心。有人放杀即个论到信，因就失落伊，亲像讲破船。其中有弗米乃甲亚历山大，我已经将因交互撒旦，互因受警戒，毋通诽谤。